相當地誇張啊！今日為大家咧喺九龍市中心嘅位置嘅一個地鐵站上蓋，揾咗個900幾尺嘅3房單位，做一個咁大嘅平台，望咗個咁靚嘅景添。Kenny 今日即刻帶你睇睇。哇！老闆，歡迎翻到嚟我哋九龍市中心嘅一個地鐵站上蓋嘅3房大平台單位啊！入到嚟咧，你可以感受下一個320平方尺嘅大客飯廳咧，再加埋個咁高嘅樓底咧，成件事相當震撼啊！景觀我哋可以望到成個何文田一帶啦，以至西九龍，以至遠至新界嘅大帽山嘅景觀，你都可以睇到相當地誇張啊！成個客飯廳嘅部分咧，我哋應該咧就呢邊擠翻張 sofa 啦，呢邊要做翻個150寸嘅大投射銀幕，完全冇問題啊！而整個單位最關鍵嘅地方就係我哋呢個大平台，出嚟望望先。我哋呢邊個平台咧，同我哋客飯廳個景觀有少少唔同喎。左邊咧就望翻何文田，右手邊一帶咧，我哋見到獅子山啦、東九龍啦、啟德一帶好 city 嘅景觀啊、飛鵝山啊，以至去到觀塘一帶嘅景觀，完全一覽無遺，相當地誇張啊！呢個位置比較適合擠個燒烤爐啦，前面擠翻張吧台啦，然後你同你嘅家人咧，或者你嘅愛侶，或者你嘅生意伙伴喺度嘆下紅酒，睇下呢個靚景，彷如所有嘢你都可以做到一樣啊！而嚟到我哋飯廳嘅呢個部分咧，哇！大家都可以見到啦，擠翻張10人餐桌，問題應該並不大嘅。而右手邊一帶咧，我哋可以望住呢個咧何文田綠油油嘅景觀咧，好似個感覺上邊喺個郊野公園食飯咁啊，相當誇張啊！而呢兩個露台相當地震撼，過嚟跟我望望先。去到露台呢邊呢個部分咧，我完全好似感受到置身咗喺呢個市中心嘅空中之中啊，非常之有啲驚添啊！過嚟女士小天地望望先。我哋廚房方面咧就做咗開放式廚房嘅，但係大家可以見到啦，我哋由於廚房有窗嘅關係咧，如果唔中意開放式廚房嘅話咧，我哋呢邊揀翻個玻璃牆做翻個半開放式廚房都一樣冇問題，而我哋入邊廚房嘅電器品牌全部都裝翻呢個 Miele 全家桶嘅 Miele 嘅雪櫃啦、Miele 嘅抽油煙機、雙爐頭、洗衣機、微波爐啊各樣全部一應俱全嘅，而且我哋仲有工人房添，呢個工人房咧仲有一個套廁空間嘅，大家都可以有翻個私隱度，仲有窗添。我哋900幾尺嘅空間咧都相當地實用喎，一條短短走廊嘅位置分開咗2間睡房、1間浴室嘅。我哋先睇浴室望望先。浴室咧我哋做咗企缸乾濕分離嘅，由門口至到入嚟呢個位置相當深啦。但係企缸呢個位置就略然有少少窄啦，不過好彩我做咗啲層板喺度擠翻啲木爐嗰啲。咁鏡櫃做咗雙鏡櫃嘅，儲物量空間都非常地充足。跟住我哋去第2間睡房睇睇先。嗱，呢一間睡房咧就唔算好大啊，但係都合理嘅。呢邊大概10尺度啦，5尺床、5尺衣櫃。成個單位關鍵所在咧就係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哇！港島區一帶嘅山脈啊、太平山啦，以至西九龍嘅景觀咧，而且放煙花嘅時間咧，我哋呢間睡房都會睇到超正啊！最後嚟到我哋主人房部分啊，景觀唔使我多講啦，先睇浴室先。浴室咧，我哋做咗4件頭設計嘅乾濕分離啦，浸浴嘅位置咧係插槽嚟㗎，收工翻到嚟個人比較攰咧，喺度浸一浸，壓力全消啊！而且我哋亦都有埋呢個企缸淋浴間嘅位置啦，兩公婆同一時間一齊沖涼，互相對望，赤裸裸嗰下非常浪漫啦！而且我哋呢邊咧做咗雙鏡櫃嘅，大量儲物空間，呢邊都仲有儲物空間嘅。而嚟到主體面積部分咧，哇！我哋分開咗2個區域啦，呢個睡眠區可以擠張6尺床，而門後邊咧亦都會有一個咧大概6至7尺嘅入牆櫃位嘅。而呢一邊我哋可以望到少少